盞燈。沒有答謝饋贈，仍然秘密贈送關心。想走近，卻怕一揭露下文，底片中的愛曝了光便喪生。為何自覺不夠好，想浮現最差猜想準不準我知道，卻勸不走腦中苦惱。難道要問感情與樂，說什麼能破局？沉在心底，可較告白更好？粉色的氣泡，多想即刻碰到，然而一碰就是預告，即化虛無。感情與樂，製造戀情變革，迷惑得不知所措，為愛徹夜未眠研討，猜測心理不斷腦補。沉迷內耗像圈套，暗這必修的課，太多考卷低分得累你擔心答錯，陰影中心聲一透露，誰人如靈異片般閃躲。如果戲我只不過腦內花火，行前若很不安，停留亦非不可。停留能避免受害，然而誰又愛等待？難題來源是內在缺愛，習成難更改。自製感慨，難道要問感情與樂，說什麼能破局？沉在心底，可較告白更好？粉色的氣泡，多想即刻碰到，然而一碰就是遇到，即化虛無。感情與樂，製造戀情變革，迷惑得不知所措，為愛徹夜未眠研討。